Hello，大家好，我係 Carmen。今日係2025年嘅3月7號，亦都係我第一次學人拍 YouTube 片。咁點解我會揀今日呢？因為今日咧其實就係我50歲嘅生日，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啦。咁我就喺度諗，有啲乜嘢可以送份咩禮物俾自己好呢？不如做一個俾自己一個挑戰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好驚接觸一啲電子產品啦，一啲電腦嘢啦，哇我就投晒行嘅。咁但我又諗，係咪我驚我就唔去面對咧？咁我又都唔係啊。其實只要我好相信，只要你願意去學，願意去嘗試，冇嘢係唔得嘅，最多係唔叻嘅啫。咁所以咧，我就不如就喺呢一個我覺得係我自己嘅大日子啊，就做一個咁樣嘅挑戰俾自己。其實我平時咧就淨係識玩 Facebook 嘅啫。咁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自然療法嘅愛好者啦，咁所以我恆常有時都中意喺 Facebook 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啲健康資訊啊，又或者邀請下一啲朋友分享佢哋嘅健康啊、扮靚啊資訊咁樣咯。咁我就不如又試下俾一個新挑戰自己啊！試下又喺個 YouTube 即係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去同大家做埋呢一件事。咁有2個目的啦，都希望多一個平台就可以讓更加多人認識一啲我想分享俾大家知嘅嘢啦。第二咧，我都真係好想挑戰下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新嘅嘗試咧？咁當然呢一條片應該冇乜人識我，咁亦都未必有好多人會瀏覽，係咪啊？咁但係唔緊要，我好期望咧不久嘅將來，咁希望我嘅分享啦，咁就會有你哋嘅支持啦。咁我哋期待下一次我哋嘅見面啦，睇下有啲咩下次同大家分享。多謝大家，拜拜。